内政部是有个讲，这台湾人若准放弃台湾籍，安尼未来要来申请恢复身份的时阵，就要符合3种条件，对咱的国防、国际形象，也是讲这社会安定的受大贡献，安尼才会使。刘委会是强调讲，其实这台湾籍是足珍贵的，即马就是要让这审查的标准会当愈来愈明。台湾人领中国护照，也是伫中国设置将会失去台湾身份。内政部有个修正，在台原有护照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恢复台湾地区人民身份许可办法。未来假放注销身份的人，一旦想要恢复台湾身份，都要符合3条件，包括对台湾国防安全、国际形象，也是社会安定有重大特殊贡献，对台湾整体利益有帮助，甲徛伫领导考量。台湾籍非常珍贵，那如果你现在又要变回台湾人，那就一定要有可招公信的理由。我们现在就是把过去审查的标准加以明确化。防注销台湾身份的案例不少，像伫国际比赛亚国青期的台军队选手李东宪，防查出有中国身份证，伫中国任教的台籍教师张立济，也是因为申领中国登记证，防注销台湾身份，迄当时张立济也被批评是防迫害。非法行政滥权给迫害，我坚决的要反抗这些绿色恐怖。在月6日之期，修正草案恐惊有违反宪法保障签署自由的精神，因为即马恢复台湾身份属于原籍许可例外核准，也毋过修正草案改为做原籍核准例外许可引起讨论。如果去大陆取得大陆的籍，你要回来台湾，原则上是不可以给。这一句话就危险。我爱迁徙去哪里，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啊，这宪法保障的。如果要让申请入籍中国的人士能够恢复台湾籍，也必然都要在法规的制度之下来进行。内政部强调，修正草案是依照《两华人民关系条例》相关主管机关订定的办法，无所谓危险，也是扩大解说的问题。强调这个办法存在已经真久，进程也已经修正过2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